男子突然掀开桌布，眼前的景象令人震惊，竟是一盘烤人肉，这让在场的人都吓得尿裤子。而戴着面具的男子却异常骄傲，他向大家介绍制作方法。首先用芝麻油将女子的身体涂抹一遍，周围再摆上各种佐料，为了让食物更加诱人，他又在她身上撒了一层食盐和不可缺少的孜然粉，最后撒上香菜作为点缀，然后将女子送进烤箱，经过49小时的烘焙，一道诱人的美食就此诞生。小美感到事情不妙，意识到自己可能是下一个目标。趁面具男不在时，她用手上的戒指悄悄解开绳子，急忙想要逃离，却发现所有出口都被严密封锁。她费力地撬开窗户，巨响却引来了面具男的注意。面具男毫不犹豫地向她靠近，幸好小美及时藏了起来，但由于太过紧张，不小心踏在血迹上的脚印暴露了她的位置。面具男沿着脚印追了上来，小美以为自己无法逃脱，但出乎意料的是，面具男突然转身离开。正当她松了一口气，没想到面具男突然回头发动攻击，小美完全慌了神，打开房门疯狂逃跑。面具男毫不犹豫地对她发起了攻击，最终小美也无法逃脱厄运。